Hello，大家好，我係塔羅斯 Randy。首先同大家拜個早年先，祝大家馬年事事亨通，身體健康。近期我收到一啲意見，咁就提及就係話我嘅星座預測咧就好似好深奧咁，唔似一般嘅星座運程去提及你幾時有戀愛運或者幾時有好運勢嘅到嚟。但係其實我寫呢啲星座預測嘅宗旨咧，就真係唔係淨係想話俾你聽，喂幾時有好運勢從天而降，因為我亦深信有好運勢，亦都要有付出過努力先至會有收穫嘅。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或者有緣嘅話，就繼續睇落去啦。我哋一齊去發掘一下天上嘅星星會俾到我哋乜嘢嘅啟示啦。西洋命理師 Rennie 李力鑽研塔羅牌同埋占星學至今超過30年，喺2005年創立嘅 Hebe Shop 塔羅占卜店至今，修畢英國著名占星學會嘅課程，並且獲頒發證書，並且因為占星學成績優異，喺2011年獲英國威爾斯大學頒發獎學金。及後曾經多次參與英國專業占星講座、塔羅牌同埋占星學研討會。首先，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嘅能量，當然就可能會係滿月啦。充滿住勇敢能量嘅獅子座滿月，就會喺2月1號到嚟，直接給予我哋強大嘅一啲衝勁同埋活力，令到大家能夠喺新年初去迎接更多嘅新挑戰。同時，由於喺占星學上，滿月其實係具有完成同埋收穫嘅意味。因此喺呢個滿月當中，有一啲人就或者有望可以喺呢一次嘅月相期間獲得唔錯嘅收成同埋結果，尤其是係巨蟹座、天蠍座、摩羯座同埋雙魚座嘅朋友，或者有機會會喺財富上或者係職業生涯當中有得益。此外，能夠給予我哋突破機會嘅就會係嚟自天王星嘅能量。佢會喺今個月嘅3號開始回復順行，佢嘅能量由逆行轉回順行之際，就可能會顯得更為強烈躁動，有機會可能會為我哋引嚟一啲突發嘅事件嘅同時，喺佢嘅變異電波所刺激之下，就可能會出現較多創新同埋覺醒嘅一啲機會。因此喺呢個階段，我哋周圍就或者會充滿住不可預期嘅一啲機遇。而喺隨後受到水星同埋金星嘅刺激，對於金牛座、處女座同埋水瓶座朋友嘅一啲事業發展就最為有推動力啦。另外喺占星學上，能夠震盪住我哋嘅思想嘅水星同埋代表住愛嘅金星，亦都會陸續進入雙魚座領域，增進住我哋各人嘅創造力同埋靈感。同時喺隨後，佢哋會同逆行中嘅木星形成一個具有破壞力嘅相位，就意味住有一啲人或者會因為有過於理想化，同埋行事嘅時候過於隨性之下，而遇上一啲迷惑或者係困阻。所以喺現階段，大家凡事亦都不宜過於衝動。同時喺未打穩基礎之前，就切勿急於再進一步啦。至於能夠令到我哋成就大業嘅土星，喺經歷過上一年嘅逆行週期之後，今個月嘅15號，土星就又會重返到白羊座區域當中，強調住喺而家係一個時候重新去開始，並且要學會透過實際行動，以及以願意去承擔責任嘅態度嚟到行事。同埋要有意識同埋條理咁去引導住自己向住目標進發，借助住呢股土星嘅能量，處女座、天秤座以及射手座嘅朋友喺情感上就或者會開始進入新嘅階段，並且喺角色上就有機會需要肩負起更多嘅責任。另外喺17號，正正就係我哋嘅農曆新年，喺呢個年初一，就將會出現水瓶座入環食，佢嘅能量就將會激發起更多具有創新同埋卓越嘅思想，並且對於推動全新嘅科技同埋發明係有住強大嘅支持，而佢嘅影響力就更加可以持續長達3至6個月。而
而更或者會進一步為金牛座、處女座同埋水瓶座嘅朋友提供一個同未來變革有關嘅新機會。呢一個新年嘅開始，就正正會係你哋去開發新里程嘅大好時機。而去到19號，太陽就會進入雙魚座區域，象徵住呢一個會係創造力同埋想象力被激活嘅時刻。靈感源源不絕，就或者會成為藝術創作、音樂，甚至係追求理想嘅黃金時期。而隨後嘅一日，即係20號，就會出現備受矚目嘅土星同埋海王星嘅合相，敦促住大家喺追求更高嘅理想同埋目標嘅時候，就要多啲保持頭腦清醒，同埋有住明確嘅規劃同埋界線，以避免喺追尋當中迷失自我，又或者喺亂打亂撞當中，令到自己筋竭力疲，甚至係一無所獲。而當中，尤其是白羊座、巨蟹座、天秤座同埋射手座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過於感情用事啦。最後喺臨近月尾，水星就會開始逆行至到3月中為止，而佢呢次嘅逆行係喺雙魚座區域當中，象徵住呢段時間或者會係一個去進行深切反思、冥想、靈性修行，又或者係去探索未知嘅絕佳時期。同時，逆行水星會喺及後同金星嘅能量結合起嚟，就或者會為我哋引嚟一啲舊人舊事嘅重溫。例如係話一啲未釐清嘅感情事，同他人嘅金錢往來事宜，又或者可能係會出現一啲較為撲朔迷離嘅事情，從而會令到你哋感覺到較為迷茫。而喺呢一次水逆嘅課題當中，佢係想嚟考驗你哋有冇從過去嘅經驗當中學習。凡親係唔應該做，又或者係做唔嚟嘅事，你哋亦都要果斷說不。否則嘅話就有機會會拖垮自己。而最需要小心嘅星座就包括白羊座、雙子座、處女座同埋雙魚座嘅朋友。喺呢個時候行事就切忌貪一時之快，因為小人就可能正係對住你虎視眈眈噶啦，等待住你跌入糖衣嘅陷阱。咁樣各個天秤座嘅朋友喺呢啲能量嘅帶動之下，要點樣先能夠表現得更好呢？我哋不如一齊嚟睇睇啊！事業篇，首先喺月初有住獅子座滿月，為你哋引嚟唔同嘅聯誼機會，令到各個天秤座嘅朋友或者能夠有住更多社交嘅活動出現，而當中更加可能會係涉及工作方面。例如係話有唔同嘅聚會、宣傳嘅活動，又或者係同會議有關嘅，需要你哋積極咁去參與一下。而當中值得留意嘅，或者就係會容易出現一啲混亂，甚至係被拖延嘅情況。所以你哋需要去借助一下喺月中所出現嘅水瓶座新月嘅創作能量。喺遇上困阻嘅時候，不妨多作大膽嘗試，同埋耐心咁去同他人互相配合，你哋就或者能夠獲得圓滿嘅結果啦。至於正喺度待業嘅你，工作運就似乎略顯疲弱一啲，而大家若然想能夠打開好運勢，就可能需要多啲同外界接觸，所以不妨趁住農曆新年就試下四出去同親朋好友相聚一下，喺相互交流之後，機會或者會突然走出嚟㗎。好啦，又嚟到每月塔羅占卜事業篇。熒幕當中有3張塔羅牌，大家不妨以你哋嘅直覺去揀一張啦。抽到第一張係具有強大正能量嘅太陽牌，預示住好運即將嚟臨之外，亦都代表住你哋嘅事業發展或者正向住光明嘅方向前進。抽到第2張牌係權杖侍者，提示住你哋要多把握時間去多作新嘅探索，因為只有不斷嘅進步，先能夠令到你哋喺事業上有足夠嘅競爭力去爭取更好嘅成績。抽到第3張牌
係逆位嘅錢幣4，提示住你哋若然行事過於保守或者係不變嘅話，就可能會浪費咗可發展嘅機會。所以建議住你哋要多作新嘗試，新嘅機會可能已喺不遠處噶啦。愛情篇，至於喺愛情方面，仍然係單身嘅天秤座朋友，今個月嘅桃花運就似乎起伏不定啦。一時可能會令到你哋感覺到好寂寞，一時又好似受到宇宙嘅安排而有住唔同嘅社交活動需要出席。大家今個月或者就千祈唔好浪費青春，因為土星係會嚟到協助你哋去揾到真愛。所以除咗積極參與唔同嘅社交活動之外，試下投放一啲時間去發掘一下新嘅興趣，又或者係同寵物有關嘅領域當中，可能會令到你哋有住唔同嘅意外收穫㗎。而此外，已經有伴侶嘅你喺今個月就可能會較為忙於處理家庭事務，同伴侶更加可能會有住更多嘅接觸，而同時金錢上嘅往來可能亦都略顯頻密，尤其是有一啲人或者會喺今個月同伴侶去旅行，大家就可能可以預期有住一個精彩繽紛嘅2月啦。而如果大家想知道維持甜蜜和諧嘅小貼士嘅話，就記得加入成為會員啦。好啦，又嚟到每月塔羅占卜愛情篇。熒幕當中有3張塔羅牌，大家不妨以你哋嘅直覺去揀一張啦。抽到第1張牌係象徵創造力同埋豐盛嘅女王牌。如果你係單身嘅話，就代表住而家會係展開新戀情嘅好時機。而已經有伴侶嘅話，就建議住你哋適宜主動去為生活注入更多嘅色彩，以及學會相互扶持，就能夠得到更多嘅溫暖同埋安慰㗎喇。抽到第2張牌係權杖7，預示住如果你正係追尋緊幸福，就請試住要去重新檢視每一日嘅生活習慣，將一啲唔適合嘅壞習慣改咗佢，情感亦都可能會因而有所改善㗎。抽到第3張牌係象徵住勤奮同埋責任感嘅錢幣騎士，意味住喺呢個時候，你哋或者需要有住一啲長遠嘅計劃，先能夠去打造出一個令到你哋兩個開心快樂嘅安樂窩。喺呢度，我想俾大家一個小提示，你哋除咗可以參考自己嘅太陽星座運勢預測之外，仲可以睇一睇自己嘅上升星座預測，2個星座一齊參考，你哋將可以得到更準確嘅預測結果㗎。想知更詳盡嘅星座分析，就記緊要登記成為我哋嘅會員啦。每月只需20蚊，你哋就能夠喺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嘅星座資訊，並且內容會更為深入精進。想早着先機，就要立即行動啦！今個月嘅星座運程我就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影片嘅話，記得按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日有新影片上架，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同埋記得去睇我2026年12星座流年運程預測，及早去了解先機啦。咁大家好好享受呢一個農曆新年啦！好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拜拜！如果大家想得到更多塔羅牌同埋占星嘅資訊，歡迎瀏覽我嘅網頁或者係 Facebook 專頁，亦都可以親臨到我嘅 The Hebe Shop，我會向大家提供更多嘅專業意見㗎。